食饭皇帝大，不过即摆流行的是对菜园啊、到饭桌啊。为着要来推动这食农教育，家己关一寡农民或者是非营利组织，用正式环境甲在地农业的观念，设计真侪课程，向这各中各小来推广。今日家己关着专工举办食农博览会，互相分享成果，做伙来提升食农教育的合适环境。 各小的学生小解家己用插角啊设计智慧农园，希望用科技的方式减少天气甲病虫害的影响。来自家己县30多间的各中小做伙来举办食农博览会，展现因伫食农教育推广的成果。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业灾害，让农夫遭受损失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制作一个智慧的 农园教囡仔要安怎来种植，要安怎来饲土，土壤会让种出好的物件。像南平国小用滴灌的方式来照顾这个农田，都是一种这个农业技术的学习。参加博览会学校，咱有参与这个竞争型的食农教育计划。在博览会当中，分享因为研究的过程到最后完成的展览。 有学校就表示，透过甲农民设计食农教育的课程，会当延伸真侪无共学习的内容。咱咧种物件，像说学英语，甚至讲培养人甲人之间的感情。所以，我的囡仔因为经由这个过程，将采精料真好，英语嘛进步真侪。我们有很多学校把他平常的一个，不管是种植或者是在教学，那有一些是导入了科技，这样的成果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我们其他的一个学校。教育处表示，农业是家己县主要的产业之一。食农教育的推广，除了教学生囡仔食品安全、友善种植的一寡观念以外，我希望让学校甲农民了解农业的发展状况，做伙提升在地农业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